MGM Tax 烏茲別克斯坦，關於我們通過位於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地區的工廠 MGM Textile 在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之間開展紡織品回收業務。黑色海軍藍顏色123選項，100%純棉產品種類豐富，提供黑色海軍藍和顏色123選項。每輛卡車可裝載22噸材料。黑色和海軍藍每週裝載能力為4輛卡車，混合顏色訂單每週裝載能力為3輛卡車。你的訂單將如圖片所示，以壓縮包裝形式送達你的工廠。我們的工廠具備所有必要的認證，請充分利用烏茲別克斯坦與中國之間的所有稅收優惠和激勵政策。如有特殊訂單，請與我們聯繫。版權符號 MGM Tax。